要想不完了。你不懂，不懂，听不懂，韩国听不懂。他来中国有多久了？2个月，2个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萌。东东已经回来2个月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中文一直都没有进展，好多粉丝都说要教东东学中文啊。哎，大家不知道，其实啊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媳妇都是一样的，人教人是很难教的，要让事教人，可能他才会长进。如果你想教他学中文，尤其是夫妻之间，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呐，你跟他说大声一点，他说你凶他；你跟他说小声一点，他说你不认真。你跟他轻声细语说呢，他又觉得你敷衍他。今天呢，东东说让他自己来菜市场买菜，好锻炼一下他中文。行程我就全程不给他做翻译了，看他怎么用自己去买东西。多少钱？9块。你买这个？买菜呀，去哪？宝宝在那里啊。还抖音呢。？OK 了，是。ไปซื้อปลาโอ้อันนี้还有刀工，先切的煮，要改成切加就加热，好的。8块钱，贵。多少钱8块。8块。还有刀锅，还有锅。这里的绿林结束了，要不要买豆腐？要不。不要。还要什么呢？要香菇丸不？不懂。香菇丸。香菇丸。你不懂。不懂，听不懂，韩国听不懂。不说他不会说，不过他能说一点点。老板，一样。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他来中国有多久了？บ่ฮู้อันนี้มันเต้าหู้ มาให้ล้ำจากปีแล้ว 2 เดือน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ได้บ่ฮู้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ได้2 เดือน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ได้2个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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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อันนี้มันเต้าหู้คือกันติบ่这是豆腐皮เต้าหู้皮这是腐竹不一样的那你怎么会说中国话รสชาติเป็น中国的吗哦那也会讲老挝话有อันนี้รสชาติเป็นได้ใส่ต้มอันนี้ได้บ่要一点一点 OK 了多少钱1块1块还有等着这个还有OK 了拜โจไม่หาวล่ะเฮเจียเรากง